3件套都配齊晒，用電嚟煮食嚇。呢啲格櫃咧又幫大家做好。地房嚇，仲有咁大嘅一個廳。尤其是係客廳最正，立成4.5米嘅高度，直接做到通頂，真係有種大別墅嘅感覺，係成個屋入邊最長嘅一間房嚇。其實如果真係擺2張床都冇問題嘅，成個嘅闊度咧又差唔多去到咗4點幾米噶啦。呢邊可以擺個睡房區，對面咧做翻衣櫃，再做翻衣帽間都冇問題嘅。大家好，我係本心照下，今日嚟到深圳布吉。之前帶唔少嘅客人去睇樓咧，想揾翻啲近關口嘅物業，羅湖、福田都有，大家亦都覺得近，但係價錢又太貴啦。同時大家都會諗到一個區域就係布吉啦。其實布吉離關口真係好近，大概20零分鐘嘅車程去翻羅湖口岸、蓮塘口岸，或者係去翻福田關口嘅。不過布吉咧就極少有新樓嘅樓盤啦。之前有介紹過啲新樓嘅住宅，講緊白鴿籠站嗰度嘅總價要去到成500幾萬啦，仲貴過羅湖嚇。但係布吉其實仲有一個寶藏屋苑，就係君豪 Miss Park， 性價比非常之高嘅，總價77萬買一房，104萬起步，直接買到3房2個廁所，仲係現樓嘅屋苑。樓盤就喺阿霞嘅身後啦。呢個屋苑咧，佢係商場上蓋嘅。樓下呢個商場有成3萬方左右嚇，影院、超市、食鋪全部都已經開齊晒嘅。咁其實如果翻關口咧，又可以搭地鐵喎，大概1公里左右去翻3號線嘅草埔站，咁可以喺老街轉線翻羅湖關口，大概時間就半個鐘左右。因為呢度行路去草埔站咧就要1公里，如果揸電瓶車咧，大概6、7分鐘可以接駁翻啦。其實後期有個更快嘅地鐵線路咧，就係17號線。德興站離屋苑咧只有500米嘅距離，行路6、7分鐘可以去翻啦。咁嗰條線路咧係直達到羅湖口岸嘅7個站嚇，大概21分鐘嘅時間，後期就可以去翻關口啦。所以會大大咁縮短呢個通勤嘅時間。而且布吉呢一帶咧生活配套真係非常之旺啊！佢兩側咧全部都係呢咁嘅食肆底商，我哋自己樓下呢度咧又係。呢個公交車站啊，包括一啲社康中心啊，平時普通身體檢查喺樓下全部都完成得到嘅，所以話呢個屋苑咧，亦都比較多嘅香港街坊已經住喺呢度噶啦。咁最新嘅貨量又係如何呢？跟住係入去詳細了解翻。君豪 Miss Park 呢個樓盤咧係有住宅、公寓同埋商場組成嘅，住宅同公寓係分開2個嘅大門口單獨管理下，都之前清晒噶啦。公寓就係商場上蓋嘅呢3棟物業，咁佢樓下嘅商場一共有3層嘅，影院、超市全部有齊晒啦，地下車庫車位比例1比1嘅，咁月租卡就350蚊一個月嚇。上邊嘅4樓位置咧就係公寓嘅呢個活動區，包括亦都有個比較大嘅室外泳池空間。嗱，咁我哋3棟公寓一共係有2種產品類型嘅，1A 座咧係3.6米層高嘅商務公寓，呢啲單位都有露台嘅，不過佢3.6米閣樓就企唔直啦。總共有26層，4梯24房，而家剩翻咧就頂樓呢一層啦，29平方嘅1房同埋57平方嘅2房。如果係1房呢個係最抵買嘅，總價77萬起就搞得掂啦，仲帶埋裝修添嚇。另外一種產品咧就係1B 同埋2A 座嘅4.5米層高商辦公寓，咁高嘅高度咧，佢2樓係企得直嘅，相對於買一層送咗1層嘅空間。咁佢呢個總高咧就得翻21層嘅，亦都係4部 lift， 咁就18伙嘅設計。而家剩翻嘅貨量主要集中喺1B 棟啦，樓層都比較多嚇，6樓啊、8樓啊、15到18樓之間咁嘅一啲區域啦。咁我哋其實之前啊，呢啲商辦公寓咧，佢係帶裝修嘅，而家咧就唔帶裝修，賣毛坯，不過價錢咧平咗成20萬，總價104萬起咧就可以買到間3房2衛啦。佢嘅積數咧就51到53平方3房2衛，同埋74平方嘅大單位4房嘅。咁而家跟住一下直接去實體樓睇翻個格局。我哋公寓喺1樓嘅位置咧，仲有個咁大嘅花園嚇，平時可以落嚟行下。每一棟咧都有個專屬嘅入戶位置嘅，呢一棟就係1A 座啦。咁君豪咧，亦都係一個港企開發商嚇，打造嘅質素仲係唔錯嘅。入門有個單道門禁系統啦，業主咧就識別拍卡或者密碼直接入嚟啦。好似我呢啲咁嘅訪客咧，正常就要喺前台呢度做登記嘅。平時有小哥哥值守嘅，今日啱好拍攝咧，佢就企喺出邊啦。咁呢啲公區咧都比較簡潔大氣嚇。作為公寓嘅單位嚟講咧，呢個質素算得上係唔錯啦。我哋入邊咧先淨係電梯廳4部 lift。
都係喺呢個位置嘅。咁我哋坐任意一部 lift 上去都係 OK 嘅。上邊見。29平方一房一廳帶埋裝修嘅，入門就係開放式廚房啦，3件套都配齊晒，用電嚟煮食嚇。星盤就真係好細啦，我屋企個煲都比佢大嚇。對面係洗手間，做到乾濕分離嘅，空間都唔算窄嚇，就要抽氣扇啦。呢個係黑廁。咁呢一邊嘅話咧，佢係屬於個沖涼房嘅位，四四方方嘅，呢個空間都比較充足嚇。出翻嚟咧，雪櫃嘅位置預留咗喺呢度，雙層高冇問題嘅。另外咧，樓梯底下邊都有些少嘅儲物空間嚇，呢啲格櫃咧又幫大家做好。咁我哋鞋櫃好似冇喎，好似係我到時候要諗辦法先得。呢個廳咧佢就3.6米挑高到頂嘅，非常之舒服嚇。咁佢實際交付嘅話咧就硬裝有家私嗰啲就冇噶啦。闊度有成3米嘅，所以比較舒服嚇。到時候呢個位咧就可以做翻個餐台啦，兩人位開餐冇問題。咁再擺翻個兩人位嘅梳化，對面擺個電視機，有露台好通風嚇。但唔知點解中間有條柱㗎？呢個係外立面嘅結構，改變唔到啦。OK， 咁露台嘅位置到時候可以擺翻個細少少嘅洗衣機啦，可能要揭蓋嘅嗰種。呢個空間唔係話好闊嚇。呢度咧就向北向嘅，其實好開揚啊！正前方望嘅係公園，唔睇公園嘅話咧，落樓行翻過去都可以去翻啦。對面仲有籃球場啊，嗰啲運動設施。咁成個布吉嘅話咧，其實係比較舒服嘅，因為佢舊樓雖然多，但係咧整體望翻落去唔係嗰啲密密雜雜嘅高樓大廈嘅嗰種壓迫感嚇。咁佢上邊樓梯上去咧就係屬於2樓嘅空間啦，樓梯都算 OK 有扶手嘅，上邊就擺米半床褥，側邊可以後期自己定製翻個衣櫃。咁呢種單位咧，佢就係屬於比較好嘅分區，因為本身呢啲細單位使用率唔係咁高嘅，但29方可以做翻咁嘅間隔係比較舒服嘅。我哋亦都有啲客人咧買嚟自己住，然之後去香港嗰邊翻工嘅。如果你唔住收租嘅話咧，大概2900左右啦。OK， 咁我哋去睇翻3房嘅4.5米雙辦單位。4.5米嘅單位，我哋直接睇51平方嘅間隔，因為佢而家賣嘅係毛坯，所以呢個格局就作為參考啦。入門呢度咧可以做翻一排個嘅鞋櫃空間嚇，再入翻嚟咧就係屬於洗手間嚟嘅，做到乾濕分離，入邊係單獨嘅呢個沖涼房區域嚇。咁佢屋大啲咧，洗手間嘅空間都闊翻好多嘅。上邊上去係2樓，1樓咧有個大方廳，挑高4.5米嘅。呢個廳嘅闊度咧係有成3米，深度去到咗3.2米嘅，咁呢邊可以作為一個梳化區啦，對面可以掛翻電視機嘅。呢度咧係預留咗一個3層高嘅雪櫃位置嚇，擺單門嘅空間。廚房咧佢係帶埋露台嘅，所以係一個緊廚嘅設計，到時候可以直接做翻操作台面。呢度仲有個細細地嘅露台仔，到時候洗衣機啊都可以擺喺呢個位置，打開窗咧就可以通風噶啦。咁我哋1樓咧仲有一間嘅睡房區喺呢一側，呢間房就唔係話好大，勝在咧係獨立有採光嘅窗，有2扇添。咁到時候可以擺翻張，如果米半床褥咧就打橫咁擺，呢邊可以做翻少少嘅衣櫃。咁呢啲複式咧佢都企得直嘅嚇，因為4.5米，無論1樓定係2樓咧，其實高度都係夠嘅。佢嘅樓梯我係比較中意嘅，拍攝過咁多嘅公寓單位，呢個樓梯就係打橫行都冇問題嘅。上邊咧佢做咗2間房嘅，我哋首先睇呢間房，係成個屋入邊最長嘅一間房嚇。其實如果真係擺2張床都冇問題嘅，成個嘅闊度咧又差唔多去到咗4點幾米噶啦。呢邊可以擺個睡房區，對面咧做翻衣櫃，再做翻衣帽間都冇問題嘅，空間好闊嚇。你睇一樣都係摸唔到嘅，呢個高度好充足嘅。不過咧有少少嘥嘅地方就係佢個廳做咗中空，呢度咧就有個成個 L 型咁嘅一個過渡嚇，比較嘥少少。呢邊咧實際入邊係洗手間嚟嘅，就冇沖涼房啦嚇，比較細，佢而家都冇展示。咁佢第3間房咧就係呢個位置，呢間房咧亦都係擺個1.2米左右嘅床褥。亮點可以參考翻嘅咧係呢間房佢係做咗呢種推拉窗，呢個設計係比較好嘅。你打開咧就可以直接形成通風對流，又唔影響採光，再加埋個窗簾咧隱私性亦都有啦，就係咁嘅3房2衛嘅一個格局嚇。
除此之外咧，其實53平方亦都係有3房2衛嘅，比呢個只大翻2個方，格局爭翻少少嚇。咁我哋直接睇翻個74平方嘅大單位，74平方係端頭單位，使用空間超乎想像啊！呢套係示範單位嘅參考，入門有鞋櫃位置啦，4房嚇，仲有咁大嘅一個廳，大家估下深度有幾多？6.1米啊！哇塞！開間仲有3.2米添，咁呢個位置可以擺翻張大圓台都冇問題啦。雖然話呢度做咗上邊2樓啦，但係一啲都唔係逼，尤其是係客廳最正啦，成4.5米嘅高度，直接做到通頂，真係有種大別墅嘅感覺嚇。呢側擺電視，對面擺梳化，出嚟仲有個咁長嘅露台喎。哇，其實如果係住宅單位咧，一啲都唔驚訝嘅。但係呢個係公寓啊，仲係商辦嘅公寓添，連通埋隔離嗰間房嘅。不過呢間房咧，佢就冇做推拉門，做咗窗下。咁露台都送一半嘅面積啦。咁大嘅露台，景觀面咧都闊翻好多嘅。無論邊一個位置望翻出去都採光唔差嘅。呢度咧係有個凹位，啱好可以擺洗衣機，家政櫃都唔使做啦。有啲驚落雨淋親嘅，呢啲一啲都唔會嚇。洗手間都好大嘅，做到3分段式嚇，洗手池、坐廁、沖涼房全部可以分隔開嘅。最正嘅係名次嘅設計，咁大一扇窗嚇。1樓仲有間好方正嘅大房，呢間房就係頭先話出去係露台嘅嗰間，佢做咗4扇窗啊，個個都可以打開通風。如果係我咧，可能會直接選擇改成一個推拉門，出去就係露台，幾正啊！咁唔想爬樓梯嘅，1樓咁大間房擺咗1.8米嘅大床都冇問題啦。咁我哋1樓咧仲有個好大嘅空間，就係廚房啦。方方正正緊廚嘅設計，通埋天然氣係可以明火煮食嘅。到時候做翻個大大嘅操作台面，可以擺得落好多嘅家電啦。咁呢個樓梯底下邊嘅凹位都唔好嘥喎，可以做好佢擺下行李篋或者平時嘅嗰啲雜物都係 OK 嘅。好啦，開始上去睇下2樓啦。樓梯係咁轉上去嘅。咁就唔會話好吃力嘅嗰種嚇，上邊嘅空間咧有好多利用，值得大家去參考翻嘅。譬如話呢個公共區域咧，佢做咗一個通風位，啱啱好嚇，3間房1個廁所，好通爽嘅。第2間房喺呢度，呢間房咧係比較長嘅，可以擺個1.2米嘅床褥側邊去做衣櫃。佢每一間房咧都冇暗房嘅，睇下點設計翻嚇。譬如呢間房。哇！推拉窗，因為呢間房本身如果你做實牆咧，佢係暗房嚟嘅，咁做咗推拉窗，採光通風都可以解決啦。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呢一側咧，佢係有個洗手間嘅，亦都係做得到乾濕分離名次嘅，未搞好就冇展示啦。咁第3間房都好方正嚇，不過窗咧就有少少矮啦，但係佢都係可以打開，可以通風透氣嘅嚇。呢個咧採光雖然話爭少少，但係通風性又真係幾好下嘅。對面咧可以作為一個主人室啦，4扇窗嚇，所以佢商辦公寓咧做到呢種設計係好正嘅。一個係君豪 Miss Park 呢個屋苑，另外一個咧就係中通永安大廈啦。呢2個咧都可以話喺商辦公寓做住家人嘅設計入邊做得係至叻嘅。咁可以擺大床啦，衣櫃咧啱啱好有個凹位可以擺置得落嘅。最關鍵嚇呢個總價159到175萬，就算你加多20-30萬嘅裝修費用，都係200萬左右就搞得掂啦。性價比真係好高嚇，因為呢個位置咧好少新樓。舊樓嗰啲10幾20幾年嘅3房咧，都要去翻到300幾萬起步咁嘅，所以呢個好抵住啊！如果有啲朋友仔投資咧，就買頭先嗰個29平方嘅1房。如果係一家人自住咧，呢個 Dream House 亦都可以考慮一下。OK，咁落去樓下分析翻屋苑嘅情況啦。示範單位就睇齊晒啦。可能好多朋友比較關心嘅一個問題就係：你話布吉嘅樓幾貴，但係點解呢個又咁平呢？首先講翻啦，呢個係屬於40年產權嘅商業用地嚟嘅，咁佢嘅地費咧係1999年開始計起嘅，冇補到地價嚇。而家已經係2026年啦，所以相當於係仲剩翻大概13年左右嘅時間。而家我哋買咧係仲可以做到10年嘅貸款，咁如果過多5年之後你再買咧，可能你下一個買家咧就最多可以做翻8年嘅貸款噶啦。咁大家又關心啦。到咗期之後點算啊？政府會唔會收翻層樓呢？
唔會嚇。間屋咧係永久性屬於業主嘅財產，但係地係屬於國家嘅。到咗期之後咧就可以補地價去續期。續期嘅費用咧其實都唔會太貴嘅，好似我哋呢啲咁嘅細單位咧，應該續20年都係萬零蚊嘅費用就差唔多啦，參考下嚇。咁呢個屋苑咧，其實佢嘅缺點仲有第二方面就係布吉呢個片區相對嚟講比較舊翻少少，因為都係一啲舊嘅區域，我哋算得上係片區比較新嘅一個新樓單位嚟㗎啦。咁仲有就係目前到地鐵站3號線草埔站要1.2公里左右嚇，行路就比較遠嘅，因為佢又要穿過天橋之類嘅，所以咧唯有揸電瓶車或者門口呢度搭公交車接駁翻過去啦。等到2028年17號線起好咗之後咧，我哋呢條大路直上轉個彎咧，去翻到地鐵站大概7-8分鐘左右就近翻好多嚇，而且17號線係直達到羅湖關口嘅，所以後期地鐵站近亦都係佢嘅一個優勢。而且呢個片區咧，佢生活配套非常之旺。樓下係商場，對面係平民嘅底商社康中心，側邊仲有個公園，所以亦都係生活配套比較齊全嘅一個地方。如果有啲朋友咧真係平平地咁買翻間，想要間中咁翻下香港比較方便咧，其實我覺得都啱嘅。亦都比較多嘅香港街坊咧已經住喺呢個小區，咁佢哋嘅反饋咧亦都係比較舒服嘅。咁而家剩翻嘅套數其實就唔多嘅。如果有興趣睇樓，記得聯絡翻阿霞，視頻上方掃碼就可以加到阿霞嘅 WhatsApp WeChat 啦。我哋公司咧都各大關口免費接送大家睇樓嚇，唔會收佣金或者團購費㗎，而且成交仲要回贈翻家電禮包或者3年管理費俾到大家。嗱，咁如果想對比一下呢周邊嘅樓盤有冇呢？住宅方面就真係比較貴啦，百合世紀廣場講緊要去到500-600萬，或者咧大家可以對比類似咁嘅商辦公寓或者商務公寓嘅產品啦。蓮塘關口嗰邊咧就20分鐘左右車程有個中通永安大廈。亦都係非常之高性價比嘅，總價87萬起可以買到2房，113萬起可以買到間3房2衛嘅，亦都有露台通埋天然氣嘅一個設計，或者咧我哋再往前少少去到羅湖筍江，而家中信城開信運匯大廈咧，剩翻最後一套係36方4.5米嘅產品，不過嗰個咧就做咗雙鎖匙嘅設計下，可以適合翻啲收租嘅或者自住一層收租一層嘅咁嘅一個單位，嗰個價錢就比較貴啦，一口價188萬嚇。如果話再翻羅湖關口嘅，比如話京基華悅啊嗰啲，基本上都要去到2球左右嘅一個總價啦，會貴翻少少。到時候都可以整理多啲片擺喺評論區，大家對比嚟望一望下，有邊個啱都可以夾時間嗌阿霞帶你一齊過嚟睇樓嘅。咁今期節目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